接下来三宝，那我们今天接三宝哈，这样那三宝要怎么用呢？第一宝闲观，就是我们要眼睛要8分闭2分开哈，一手把我们的心念收缩到刚才名师指点的那个地方，闲观的地方，好，一手闲观，眼睛8分闭2分开。那口诀呢，用上齿，舌头顶住上齿人哈，心里默念那5个字。那额头就是左手抱右手，左手的好，左手抱右手。那三宝呢，平常呢我们可以一宝一宝的用哈。那如果有碰到危险，还是我们没办法。就是碰到危险，我们已经没办法掌控我们自己了哈。我们可以三宝齐用，还是碰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三宝齐用哈。拜求说上天用我们一颗真诚的心感，求上天慈悲拨转，好，上天就会，只要我们的心是真诚的，上天都会开仙佛菩萨来。庇佑我们让我们躲灾避劫化险为夷。还有，今天我们求到，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今天我们求到的佛塔。佛堂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佛堂，我们说我们是在这边爱祥佛堂，要记得哈。然后还记得我们日期求到的日期，日期呢，像观世音菩萨。是不是有3个纪念日？观世音菩萨，那第一个2月19，它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那6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得道日。那我们今天求得道，是不是也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有？今天我们求得道，我们今天的日子就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一个得道日一定这个日期我是非常的殊胜，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有一个得道日。那观世音菩萨9月19是他的成道日，那我们100岁元老就是那个日子，就是我们的道日子。所以说我们一样也有3个日子，一个是我们的出生日，那今天是我们的得道日。那100岁元老就是我们的成道的日子所以今天的日期我们一定要记得还有一个是最高的三思三思就是刚才我们引宝师会在前面替我们做担保的他替我们担保我们。今天带我们来求道，还会在前面替我们担保，保证我们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我们才可以求的这个道所以，三思我们一定要记得。刚才那个穿蓝袍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表禅师，他是代理我们今天是代理天命名师济公老师，来传道给我们。这个一定要记得点禅师。在求道卡上面有写点禅师，他是代理济公佛老师尊的佛老师的传道给我们。还有一个引师，就是引你们来今天带你们来拜拜的那
师呢，他一直保证道真、理真、天地真，保证我们所求道是真的哈，而不是带我们去邪教白莲哈，也没有欺骗我们的钱财，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功德会。功德费哈200，功德费呢？刚才我们农天表文是不是有写？自愿助供果费200元。那这功德费呢？200块呢，也不是雅兰师，也不是这些办事人员拿去花的哈。然后佛家1文钱，大士西母山。七星不实报，披毛戴角毛。那这些功德费呢？因为我们今天来求道，我们无功无德啊。我们能够得了这个道，我们没有得，那我们上天呢？他们做一些功德，让我们去做一些，帮我们去做一些功德，就是做这200人是帮我们去印善书啊，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度化更多有缘的众生，这些帮我们拿去做功德，而不是这些人拿来用的所以请大家放心，农天表文上面都有记载记载了我们的功德费，所以说呢，这个上天都知道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些钱没有人可以拿去乱用，所以请大家放心。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觉得我们今天来求这个道非常好如果想要家里的人也得这个道我们刚才有在佛前有义的十条大义的愿说，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泄露天机泄露天机就是我们今天得了3宝，我们不能，比如说家里人，我这个3宝得了这个3宝很好，我想告诉家里人，孩子啊，或者是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兄弟姐妹，可以吗？因为我们有立愿的我们说不能泄露天机，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我们就带他们来佛堂求道，来佛堂就是你不要来佛堂拜拜，那因为要有点佛灯才可以，然后有天命名师才可以传道，我们不可以随便乱讲，随便乱就会泄露天机所以呢，刚才我们有在佛前也有立愿接下来我们呢有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也有我们启慧班，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抽空多空来多学习、多听道理、多学习然后多了解我们今天得了这个3宝的意义到底我们得了道，我们今天得了道得了什么道，可以通过我们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可以多来学习，第2个礼拜都有启慧班，希望大家能够抽空多时间来学习。好，那后学才出学前，后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大家。
续照片。哦，讲新闻呢。为什么求道呢？学心情啊，亲像一个源头。哦，咱每一项物件拢有伊个源头。哦，咱今仔日就是要找着咱的源头。哦，咱人真好势啊，但是诚歹做。啊，咱人呢，人讲地母生互咱呢，会当生即个肉体身躯。会当生个惊心，袂当生个惊心。哦，这心当时就是咱的良心本质。即讲本性良心，咱良心。啊对，就是讲咱这啊，就是讲要讲就是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咱的身躯，只是互咱照用的100年的时间，哦。但是这身躯无用的是，无法度用的是送的，是送的用这个身躯。哦，咱如果若无透过求道，咱拢毋知。变有鼻目喙，但是就是无迄个作用。无迄个作用的时阵，咱爱找咱这身躯这源头，就是咱灵性。但是咱的灵性，甲身躯结合，哦，讲利用之为性，哦，之为灵，哦啊，但是咱今仔日就就是咧找着咱灵性将来大红面后飞天的一条路。因为咱拢来自于上天，咱拢是，咱拢是上天老母娘的分灵化身，但是因为咱在这个世间生死轮回已经不大细，拢啊伫迷茫伫这生死毋知通到过，所以甲你恭喜就是讲，因为咱处事会当来受这个出世的这个人，搁拄着这个时阵，天道大开普渡，所以讲机会拄啊好，会当来遮求着找着咱回天这个路。哦，咱今仔日好，又来讲。
大和胜利集团，咱今仔所求的就拢甲诸佛菩萨所求的，拢共款，拢是，咱拢是甲诸佛菩萨拢是共款。哦，咱拄仔伊个疫情当中呢，是毋是有迄个张传书请到后，迄就是代理着咱的主席的代理了咱的营书，代理咱济公老师传道完，拄仔有伫个头仔仪式当中，咱请为了也时阵烧一张叫龙天雕文，伊来就是咱讲，比如咱地府抽名天王挂号，保证道金、地金、天命金。无共，佫会当，佫甲咱讲，保证咱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所以讲，这咱今仔日要求到，真若要叫人做好，到，是毋是做无可能？为什么咱的保师，咱的佛堂的大德者，敢人做好，就是因为这是真的，道是真的，理真的，道真理真，天命真。咱今求道呢，爱具备了有3项条件。具备了根基组织佛堂，根基呢，也就是咱过去，亲像咱过去就修所信啊，亲像树要大无，一定紧爱定心。所以讲咱就是因为过去嘛有修，所以讲修了3世，为咱因为在成功大师来讲咱今仔求道一定修了3世，这根基。加注着咱祖先有留下这定义，因为伊做了足侪功德啊志愿啊，拢积德应子孙。第3呢，加上咱伫个修持当中有加诸佛菩萨有结了这个福田，所以讲咱具备了这3项的条件。在拄仔仪式当中呢，拄仔点传书有传互咱3项宝贝，咱毋知佫会记咧。咱不要紧，咱搁再一次搁甲恁解释这个拄仔点传书第一仪式传互咱这3宝。天有3宝呢，天的3宝来讲，天有3宝是月星，就是讲天的如果若无日头，爱月亮星光的话，是毋是咱一片天地就会乌暗？若地呢，就会有风雨面，地呢有水火风。地有水火风，你看咱人就有占70%的水分，如果若准无水，无这火无温度，风，咱是毋是万物拢无法度生存？人呢，有精气神。
算总规工的困难了，伊是要进行作罢哦，因为伊的伊说伊个用量，哦，所以伊的恢复的进行的恢复继续紧，哦，啊，你个倒毛三宝。倒脑三宝观法义，哦，倒脑个三宝的众生难度，哦，咱着所以讲，这就是咱这三宝就是咱回天的一个印记。啊，咱现出世就来讲这个第一宝。天官有报公天条，天官呢是一个正的功能。所以讲是一个正的，因为伊是一个足奇妙的一个关卡。咱拢捌听过迄个七孔八窍，哦，哦，咱拢捌听过这个七孔八窍，为啥？因为孔伊是一个足大，对，足大的啊窍呢，伊是一个足小，伊是亲像一个放屁喙。但是这个窍是啥物所在？就是咱拄仔伫咧流苏所指这个所在。哦，对，就是讲咱这个有报来着咱这个自性分。自性分出即个，因为这咱的灵性是顺用的。啊，这个孔呢，因为你啊看咱的目睭有两孔，啊鼻仔两孔，耳仔两孔，喙一孔，但是咱有想讲，你啊看咱的目睭拢有目屎，耳仔有耳屎，鼻仔有鼻屎，啊喙有流喙嘛，哦，所以讲这拢是，这拢有会臭的，啊是唯有这个拢无香无臭，哦。啊，这若是讲咱亲像咱咧讲，咱若一般啊，我听讲，迄个目睭是灵魂之窗，啊，若灵魂之门，灵魂之门，哦。所以讲，咱若准行，拄仔点老师讲点这个所在，若行去互袂去，咱着记目睭是灵魂之窗，咱一般拢时常听着，所以咱若听目睭灵魂之窗，咱今仔有记着的，咱就知影讲啊，原来即迄个就是灵魂之门，就是咱灵性来对仔来，将来百岁以后，拄仔就着会当知影讲这门。会对遮出去。如果若准无的话呢，咱是不是会对迄个四星哦去？所以讲，伊啥咱人有救，咱你啊看咱会当一共进行咱今仔有救倒有，咱知影要对倒处，所以咱的身躯会生暖如绵。哦，啊若准无的话，是不是有会恐惧？会恐惧着要对着身躯会发会张，紧张，伊就咱身躯会发会张，哦，这就是会当证明讲，这咱对遮，咱就对遮出证明的对遮出去，啊，这就是家为家天相通的一个窍，
都叫通天桥。咱过即个圣贤师傅留下足侪个经典，拢有伫来印证着即个通天桥。很关键所在，咱讲规个咱做即个工作，哦。在灵山的湾球，灵山七载地心流。因人有个灵山塔，好用灵山塔修。来讲，佛伫咧灵山，来讲咱过去一个释迦牟尼啊，伫咧灵山，这个所在伫咧讲经说法，这是一个作一个所在，咱。灵山七载逆心流，就是讲，这意思讲，这灵山，咱每一个人，讲这心头，拢伫咱就是咱意思来讲，咱伫咱这头心这所在，人人有个灵山塔，咱每一个人，拢有这灵山塔，就是讲每个人讲这片啊，这所在这。这个所在，向灵山塔下修，好好啊，向伫这个所在来修持，还讲咱今仔找着咱知影咱遮这回事，这个所在，咱好好啊向着遮来修持，安尼咱就袂去受着咱即马，因为咱即马时机就是即马。物意种种的因由作济，所以讲咱爱依着这来去互遮有安尼，咱好好来对遮有着咱的自信来做事，
讲三个人，讲主人有人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三人啊，拄啊，亲像在讲咱这个。这个三人啊，就是讲咱这个咱这个目睭有两个哦，有两个目睭人啊。啊，就是讲这个就是咱这个自信哦，拄啊三人，毋是咧讲咱三个当中有一个是咱老师，就是讲依照咱这三人啊，就讲咧讲咱爱依照咱讲，就是咱。自身份来做咱的老师，哦，啊，这我来印证着讲咱耶稣圣名，哦，我是继续。是字架上找真理，啊，拄啊眼外提笔，哦，拄啊拢共款是咧印证着咱即个所印证着咱即个所在。所以咧看，不管咱的五条圣言经典内当中，拢有，只是讲咱如果若无透过求道，咱拢毋知影，只是文字当哦。所以讲咱。这个经着历史一记了，咱就知影讲啊，原来五条圣言所起来的意思，就是讲是这。情感讲起来，高中咱毋知。咱就先甲你讲到这，啊，有时间咱上来拄好，啊，还好甲你讲，对，好大个啥好啦，咱这在所发现先到这，然后继续看看咱老师甲各位先生甲咱补充。请选的是慈悲前道一公，温道一公，坐下。对，也是晚安。今天应该是咱今年讲新班一班哦。当然呢，我是今日呢比较期待啦，从那个讲训班来讲呢，咱嘛是开始这个班嘛，当然庄严因为讲训班呢，嘛可以从前面呢，嘛是爱。尤其大家拢爱用主题，无论讲伊是要讲主题也好，还是讲伊要讲建筑也好，还是要讲习俗也好，咱一定爱有所担当甲承担。因为既然是一个讲训班的，
所以讲以讲训来讲，其实咱咧讲道理咧，第一，当然爱多听多闻多看多学习。因为咧讲道理咧，当然就是讲迄个免困的就个啦。有当时咧讲一个典故咧，你有加讲有啊，加讲几届，讲一届讲两届，可能会不一样的意见啊。甲伊的灯头我甲人家讲，苏语好像听不懂，听不懂或者讲什么意思？听懂吗？听不懂。就是说其实，在讲训来讲呢，当然还是一个给我们学习历练的平台。有的时候呢，在讲一个故事，或是讲一首书句呢，如果说你能够讲一次、两次、三次，你的意见就可以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再说，如果说你今天讲的这一首书句，一个 A 以后，两个 A 以后，你同样讲这个书句，你的意见真的就不一样，因为你有在参拜，因为你会遭遇到好跟坏，所以你对这个诗句在领悟以及阐释的意见，自然而然就会不一样，除非你没有在修法。所以说，在讲道理呢，在文字般若来讲，可能大家都能够了解。但是你文字般若来讲，你知道这一句的意思是在讲什么，但是你的意见会相当的有限。如果你没有学修讲办法，固然你书得了读了很多，你也只是文字般若而已。你的那种意见呢，因为你没有参办，没有参办，你就没有经过嘛，没有身历其境，就不能有所意见。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也就是讲你的心得，以及你的看法，你的体悟。所以在如果你看那个崇德呢，他们讲师在讲，很少用到经典的阐释。那为什么他们在修办当中呢，一直所讲的其实都是他们的心得？这种心得让人能够意会，而能够应用在修办当中。应用在修办，因为他们讲的滔滔不绝，就是他们已经有神领意会，以及他们修办的那一种力道，修办的经验，所以他们所讲出来的呢，当然我们听起来的感觉非常的灵活，又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所以或许也期待我们这一个讲训，真的资深的讲师呢，一定要有所准备，而且要安排，是照文律要来讲，不能说每一班的出来就是你看我看。如果说有带新的讲师，那新的讲师以后还是一样，那我们这个班永远都是不庄严，也许会让人家感觉说这个讲训班有没有用，对不对？因为在讲训班的话，即使大家一定要踊跃，你讲好跟不好其实都是其次，因为讲训就是让大家学习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在意说你讲的好跟不好？只是在意你要不要学习，你要不要去把握。那自然而然你能够去突破那一种瓶颈，其实
让你练就之后呢，你往后你要怎么阐述、怎么应用，你很简单，都能够神领意会的。所以或许也期待神领令慈悲啊，这一个讲训班呢，一定他都在鼓励我们这个资深的讲师或是说我们叫同修呢大德呢，他们在道场比较久的真的要鼓励大家，即使你讲一个故事也没有关系，真的那总比在这里你看比较好而且又能够带到一个学习的氛围，是不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讲经班你那种氛围就很不好，没有那一种感动也没有那一种吸引，也没有那一种让人家影响来参加学习的那一种动力，真的。所以在道路上呢，其实所谓的带动，就是一定要从我们资深的前辈者的，一定要有那一种动力让人家感觉说，我要拍起来讲都拍不到的。在崇德，他们要出国办事，人也是用拍的，有的时候说拍很久拍不到。那我们在这里。